有网络名人甲英国伫网络顶头写的国际新闻甲资讯，收集做一本国际观察历日，而且这个历日佫有台语配音，是希望讲用报记，互更较侪人会当认捌到国际代志。甲这本国际观察的历日掀开，扫 QR code 就通听到华语、英语甲台语的小解。东亚总共有6个国家，包括台湾、中国、蒙古、日本、南韩，也佫有北韩，其中就有3个名列在2020年全世界前10大经济体。2022年的第2天，对台湾所在的东亚出发，对明华园执行长陈昭宪的声，就通听到国际政治、种族甲社会议题相关会当观察的重点。阮希望愈在地化，其实是愈国际化。可能大家听台语无遮尔熬，尤其是少年人。但是听到感觉会袂歹，改成真趣味。啊，听几个词，伊会去查讲，即个词台语要安怎讲？对台湾看世界，也用母语了解国际上的大小事。这本国际观察历日，对二次世界大战到阿富汗政权的转变，和全球207个国家伫咧国际上扮演的角色，也有收集真侪国际领袖甲国际组织的背景资料。就连国际上有伫咧推动转型正义、重视人权的国家，拢有写到。现在在台湾，就是如果你看国际新闻的话，你通常都是电视台1个小时内轮播到一则3分钟、5分钟的国际新闻，它有点像一点的散落在各地的一颗颗星星。那我们欠缺的是，我如何去认识星星跟星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我们从点延伸到线，再延伸到面之后，你对于整个国际局势会比较有印象跟了解。花比较多时间其实是在于字与字的编排中，营造很像一本书的感觉，是让人家是可以在里面是舒服阅读到所有那些丰富的资讯。计共7万多字的历日，结合索引卡甲地图，排版不离清气。设计团队希望这本历日成做国际知识的重点册，也期待用母语实践愈在地化，就愈国际化的理念。记者阿明金曾派文林学凯台北桃园报道。